熱刺同埋曼聯上個賽季同期排名係第5同埋第6，本個賽季係第16同第14。曼聯上賽季喺滕哈格嘅執教底下，喺英格蘭超級聯賽第33輪積53分排名第6，但最終排名下降到排名第8。本賽季曼聯主帥已經變成阿摩連，呢一位中途走馬上任嘅葡萄牙主帥並冇令到曼聯成績轉優。目前曼聯喺英格蘭超級聯賽第33輪結束之後，只剩低10場，共積38分，暫時位列英超第14位。另外，即管曼聯喺歐霸杯比賽裏邊絕殺里昂，挺進歐霸杯4強，但係曼聯喺英格蘭超級聯賽裏邊已經係4輪不勝。熱刺嘅落差似乎係更加之大，上賽季同期比普夫迪高路率領嘅球隊仲係能夠贏18場積60分，而最終固定咗佢自己嘅排名係第5名嘅位置，結束咗賽季。但係今個賽季足球之神似乎未回應到普夫迪高路啦，因為第33輪結束之後只係贏咗11場，和4場，只係積37分，位列16名。但好在熱刺喺歐霸杯同樣係戰勝咗法蘭克福，嚟到去歐霸杯嘅4強，同曼聯一齊喺4強裏邊晉級。